国民要赶紧来关心台中大雅工厂火烧厝引起2个消防队员不幸殉职。总统蔡英文下早嘛特别要求，一定要好好来护视不幸过身的消防队员。另外，装备的部分嘛要专门来检讨。今天在台中大雅发生火灾哦，那在这个火灾当中，我们有2位英勇的消防的人员同仁哦，殉职哦，我们表达非常的不舍。 那也非常的哀痛啊！那我们的内政部徐部长已经赶往现场啊，那我们已经要求对于家属啊，就是最好的照顾啊，也从优要续啊。那我也要求啊，我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啊，我们作业的程序啊，跟这个作业消防人员的这个装备啊，要进行检讨啊。在我们的同仁将来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安全。